喺呢個陽光普照嘅10月早晨，八打嶺再也曼達鎮嘅一間國中，本該充滿稚氣、笑聲同埋課堂上嘅熱烈討論，點知卻突然被一場噩夢般嘅悲劇籠罩。時間係2025年10月14號上晝9點半左右，校園內嘅寧靜被一陣尖銳嘅呼喊聲撕裂。呢個消息如同一道閃電，瞬間擊中咗成個社區嘅心臟，令到家長們喺校門外焦急守候，學生們喺教室內瑟瑟發抖，而全國上下都開始反思點解校園呢個本該係庇護所嘅地方會變成咗危險嘅戰場。想象下，一個16歲嘅女仔，佢叫葉心台，正喺學校嘅女廁內準備開始新一天嘅學習旅程。佢係個充滿活力嘅中3學生，校內運動健將總係喺田徑場上奔馳，帶俾同學們無盡嘅鼓舞。佢嘅笑容如陽光般溫暖，朋友圈中總係充滿笑語。家長眼中嘅乖女兒，夢想住未來嘅大學生活同埋追逐熱愛嘅體育事業。點知就喺呢個平凡嘅一刻，一個14歲嘅男同學手持多把鋒利嘅利器，從背後尾隨而至。呢個男仔係中一新生，平日內向寡言家中小兒，父母以為佢只係個普通嘅少年，沉浸喺學習同埋遊戲世界中。佢喺網上購買咗呢啲兇器，包括一把彎曲嘅爪形刀同埋2把普通刀具。原本或許只係好奇心作祟，但係呢一刻佢嘅行動化作咗毀滅性嘅風暴。根據警方嘅初步調查，事件發生得極其突然，女廁內傳出掙扎聲，一個男老師聞聲趕至，試圖介入制止，結果自己都受咗輕傷，手臂上留低咗一道血痕。老師奮不顧身嘅勇氣成為咗現場唯一嘅亮點，但已經太遲。葉心黨倒喺血泊中，身體上多達數十處嘅傷口。醫護人員趕到時，佢已經停止咗呼吸，現場留低咗大灘刺目嘅血跡。校園空氣中彌漫住死亡嘅氣息。警方喺9點39分接獲報案，迅速封鎖咗整個校園，逮捕咗呢個男學生。佢當時情緒極度不穩，手持染血嘅刀具喺走廊徘徊，甚至大聲承認自己嘅行為。喺佢哥哥同埋老師嘅合力下，佢先至被制服送返警局。呢場悲劇唔單止係一樁刑事案件，更係對整個社會嘅警鐘。葉心台嘅離世令到佢嘅家人陷入無盡嘅哀痛。佢母親黃麗萍喺喪禮上哽咽住講：我女兒咁善良，點解會遭遇到呢樣事？佢仲有咁多夢想未實現。葬禮喺10月20號舉行，數百名親友同埋同學前嚟送別。校園內嘅旗幟低垂，社區組織咗燭光守夜，祈求逝者安息。黃麗萍分享咗女兒嘅舊照，佢喺田徑賽上奪冠嘅一刻，笑容燦爛如花。呢一啲回憶，如今變成咗永遠嘅傷疤。家屬透過律師表示，會追究學校保安嘅疏忽，但更多係希望呢件事能夠喚醒公眾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嘅關注。轉向嫌犯一方，呢個14歲男仔嘅家庭同樣陷入咗深淵。佢父親40歲出頭，喺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面對記者時聲音顫抖：我心碎咗，我兒子點會做得出呢樣事？無論我講乜，都彌補唔到人哋嘅損失。我唔知點面對佢哋。父親形容兒子平日內向，唔多講嘢。朝早送佢上學嘅時候，一切如常，冇任何異樣跡象。家庭環境看似平凡，佢係家中小兒，父母忙於工作，平日靠哥哥照顧。但警方調查顯示，男仔手機內充滿咗葉心台嘅照片，顯示出一種單方面嘅執着情感。雖然初步消息話佢曾經試圖表達心意，但後來澄清兩人僅係同校不同年級嘅同學，鮮有接觸。呢種暗湧嘅情緒，或許源於青春期嘅困惑，加上學業壓力，佢因語文成績欠佳，被調入輔導班，心生不滿。警方喺逮捕之後，依據刑事法典第302條調查謀殺罪。男仔被扣留7日，後嚟延長喺10月22號喺八打嶺再也地方法院正式被控。庭審閉門進行，遵從兒童法例，
保護未成年被告。佢喺父母陪伴下出現，點頭表示明白指控，但冇記錄抗辯。律師申請精神評估，獲批喺霹靂州烏魯近打嘅巴加亞醫院進行，評估佢喺案發前後嘅精神狀態以及是否適合受審。馬來西亞刑事責任年齡下限係10歲，意味住呢個男仔要面對成人級別嘅程序，但考慮到年齡，最高刑罰會豁免死刑，轉為長期監禁或教化措施。呢個案件管理程序定於11月21號再提，屆時或咗會有更多細節浮出水面。呢樁事件喺社群媒體上掀起巨浪，從事件發生當日開始，推特同埋臉書上充斥住震驚、悲傷同埋憤怒嘅貼文。有人分享目擊者描述，話現場如美國校園槍擊案咁恐怖。有人質疑點解利器可以輕易帶入校園，更多人呼籲加強心理輔導。馬來西亞通訊傳播部呼籲公眾停止散播現場圖片，尊重受害者尊嚴，避免二次傷害。社媒上一篇分析貼文指出，呢類暴力或許受無因式影響，即係青少年透過網絡接觸到全球暴力事件嘅美化，衍生出模仿衝動。譬如同樣14歲嘅泰國少年喺商場開槍，兩案相似，令人擔憂全球化網絡對年輕心靈嘅侵蝕。社區反應迅速而深刻。事件之後，學校即時取消咗原定嘅畢業典禮，全校學生被要求留校配合調查。家長喺校門外等足幾個鐘頭，心急如焚。一個母親喺臉書發文：校園輪姦案未平息，依家又嚟刺殺，我點放心俾仔女上學？瑞蘭亞州政府承諾提升保安，派駐更多巡邏警察喺校園周邊，學校引入金屬探測器，每日篩檢學生背囊。呢個措施需暫時緩解恐慌，但亦都暴露咗長期疏忽嘅問題。幾間華小甚至發信俾家長，警告10款危險電子遊戲，認為佢哋會令兒童對暴力麻木。呢啲遊戲包括射擊同埋格鬥類，家長們開始反思點樣平衡娛樂同埋教育。從更廣闊角度睇，呢一樁悲劇反映咗馬來西亞青少年社會嘅深層危機。近年校園暴力事件頻傳，10月頭馬六甲一宗輪姦案，仲有其他霸凌同埋自殘個案。首相安華伊布拉恩直指元兇係青少年過度沉迷社群媒體。佢喺內閣會議上指示討論嚴格管制，包括考慮禁止16歲以下學生使用智能手機。呢個提議引發熱議，一邊係家長支持，認為能夠減少網絡毒害；另一邊係教育界擔心會阻礙數碼素養發展。內政部長賽夫丁納蘇丁伊斯麥強調，警方會增加校園駐守，但唔會長期化。目標係根治問題，而非治標。專家們嘅分析更為呢件事增添深度。一個吉隆坡大學心理學教授指出，青春期係情緒最不穩嘅階段，單戀失敗加上學業挫敗，容易演變成極端行為。佢建議學校設立專門輔導室，每週追蹤高風險學生。社會學家則從文化角度切入，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社會，華裔社區壓力大，家長期望高，兒童心理負荷沉重，佢哋呼籲政府資助全國性心理熱線及早介入。國際比較嚟講，美國校園槍擊案後推行咗威脅評估系統，馬來西亞可借鏡訓練老師辨識早期警號，如孤立行為或者網絡搜索暴力內容。回想葉心台嘅短暫人生，佢唔單止係受害者，更係一面鏡子，照出社會嘅盲點。佢嘅朋友回憶，佢總係主動幫助同學喺運動會上帶頭吶喊，成為團隊靈魂。呢種善良如今化作公眾哀悼嘅動力。社區發起咗募捐，資助心理支援服務俾受影響學生。學校設立紀念基金，獎勵優秀運動員，以佢名義延續夢想。呢啲行動顯示出馬來西亞人嘅韌性，但亦都提醒我哋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再深化嫌犯嘅心路歷程。雖然警方未有最終結論，但從已知事實睇，佢嘅行為唔係一時衝動，而係隨即嘅爆發。
14歲正係荷爾蒙激盪、自我認同混亂嘅年紀。佢手機雙補滿載葉心台影像，顯示出一種病態執着，或許源於網絡上嘅虛幻浪漫。心理專家解釋，呢類單戀成狂現象喺青少年中並唔罕見，尤其喺封閉環境下，加埋學業調班嘅打擊，佢感覺被邊緣化，內心孤獨如荒漠。父親嘅自責反映咗家長普遍困境，忙碌工作下點樣捕捉兒女嘅細微變化？呢個問題值得每個家庭深思。法律程序嘅進展亦係焦點，地方法院嘅精神評估係關鍵一步。若果證實有精神障礙，案件或許轉向醫療途徑，而非純粹懲罰。馬來西亞司法系統對未成年犯強調教化優先，呢點值得肯定。但批評者指出，資源不足，好多少年罪犯出獄之後重犯。建議包括擴大少年法庭網絡，同埋跨部門合作，連接教育、衛生同埋社福，社會影響波及更廣。事件之後，國會下議院婦女、兒童同社會發展特別委員會決定傳召教育部同埋警方聽證校園安全。呢個舉動預示住政策轉變。教育部長亦都承諾檢討校園保安指引，包括安裝閉路電視同埋緊急按鈕。家長團體走上街頭遊行，要求全面改革。口號係保護我哋嘅未來。呢股力量證明悲劇能夠催化改變。從全球視野，呢類校園暴力唔獨，馬來西亞獨有，澳洲、英國都有類似個案。共同點係網絡放大效應。研究顯示，青少年每日花費7個鐘喺屏幕前接觸暴力內容，會扭曲價值觀。馬來西亞作為東南亞樞紐，需借鑑新加坡嘅媒體素養課程，從小教導辨識假資訊同埋情緒管理。呢個唔單止解決眼前問題，更係投資未來世代。反思到呢度，我哋唔能夠止步於哀悼。葉心強嘅故事係一個呼喚，每個大人都要成為兒童嘅守護者。家長多啲陪伴，傾聽心聲；老師敏銳觀察，及早介入。政府加大投入建構安全網。假如我哋行動起嚟，呢個國度嘅校園將重返歡樂天堂，而非恐懼牢籠。但故事未完，事件發生之後2週，社區仍然喺療傷中。學校重開，學生們戴住口罩，低頭走過那條走廊，空氣中仿佛仲殘留血腥味。一個老師分享：我哋教書20年，從未想過會面對呢樣。佢哋如今每堂課前都會花5分鐘討論情緒健康。呢個小改變或許係最大嘅轉變。受害者屋家人喺悲痛中尋找力量。黃麗萍加入咗受害者支援群組，幫助其他受暴家庭。佢講案女嘅離去唔想白費，要讓更多人受益。呢種轉化悲劇為希望嘅勇氣令人動容。嫌犯一方，父親每日探視個仔，試圖理解根源。佢開始閱讀心理書籍，計劃全家接受輔導。呢個過程雖漫長，但係重生嘅開始。全國層面，安華首相嘅社媒管制提議喺10月30號內閣會議上獲初步通過，將推出試點計劃，喺高風險學校禁帶手機，改用鎖櫃存放。教育界反應兩極，有人讚揚果斷，有人憂慮侵犯隱私。但數據支持一項本地調查顯示，80%青少年承認社媒加劇壓力。專家繼續發聲。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喺電視訪談中講：預防暴力關鍵係建構支持系統。學校唔單止教知識，更要教人際。佢建議每校設心理師比例1:500。呢個目標雖高，但可行。國際關注亦都湧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聲明，呼籲亞洲國家加強校園心理支援。馬來西亞回應積極加入區域合作框架，分享經驗。到咗呢個時刻，我哋要問：點樣確保呢類悲劇唔再重演？答案喺我哋每個人手中。從今日開始，多俾孩子1小時面對面對話，少俾佢哋1小時屏幕時間。從學校入手，融入情緒教育課程，從政府層面撥款建心理中心。呢啲唔係空談，而係可操作嘅步驟。
葉心台嘅名將永存喺我哋記憶中，佢嘅故事唔係結束，而係新章嘅開端。讓我哋以行動致敬，建構一個更安全、更關愛嘅社會，因為每個孩子都值得一個無憂嘅明天。